即马大项物件拢伫咧起价，不过最近这菜色价销却是有较降哦，特别是高丽菜，目前是当咧大出，遮侪农民是种无够工钱，就规期拢无要收啊。即讲这高丽菜的产率，家己去测一粒20块，啊，因为这旧年呢风太严重，省长真侪这金蕉长，所以目前这金蕉的产量有较少寡，价销也贵2倍寡。若讲到这金蕉价销，若准备稳定，农粮署是讲可能要等到5-6月啊。 菜单高丽菜贴甲满满是因为天气冷，最近高丽菜大出，高丽菜价销也变甲真俗。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公布的价格，1公斤平均是6.3块。因为高丽菜算是菜王，所以伊价销热落，也会带动叶菜类的价销对热落。农粮署也表示，为着要稳定产销，已经启动加工，要甲1548吨的高丽菜外销到国外。 咱常常咧讲，一款物件啦，有较济时阵，咱就会当启动叫做3期检啦。第一样就是当做外销，差不多这个3月中旬过了，约3月下旬遮，迄个高丽菜供应的量会较少啊，会较少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迄个价销会较浮起来，就会较悬一点嘛啦。高丽菜价销大落，就连旧年同期一粒内产高丽菜称起来爱300-400块，即马一粒干那60块就买得到。民众欢喜买菜，毋过看到水果的价销可能买袂落去。 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资料显示，金蕉1公斤平均价格大约108块左右，甲去年同期1公斤大约40块比起来是差68块。水果大头家娘讲，顶解看到金蕉遐贵，已经是7-8年前的代志啊。从我开始这样子在做的话，我还没有遇到，今年遇到。对，我知道说7-8年前有一次啊，贵啊，差不多偌济？差很多。 大概差偌济？以前啊，我们如果这个时间的话卖，冬天本来就比较贵，那这个时间卖的话，如果有时候卖的话，都差不多40几块啊。农粮署解说讲，去年因为金蕉的产地受风太严重霜冻，重新种植上无爱8个月，预估到今年5-6月产量增加以后，价销就会较低。农粮署也表示，为了减少农产价销受到天灾影响，未来除了会帮助农民加强建立防台的措施，也会伫大卖场设并价专区，用合理的价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